有一個道理真簡單，就是講你袂當自由去講，你就袂當有自由的思想。就要到中國第3月通過《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》，這內面的第63條就寫講，境外組織含個人若破壞民族團結，製造分裂，攏會依法追究責任。日本就自民黨的這個機關跳出來警告，講這款的法規呢，連外國人佇家己的國家講一句支持台灣，就去互中國來嚇國家依法辦理。總統賴清德就表示講，無任何國家會當擊垮我，下國鎮壓已經是民主國家的共同條件啦。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明確提到，國家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，增進台灣同胞對中華民族的歸屬感。今年3月，在中國第14屆全國人大通過《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》，預定7月初1正式上路。全篇7章攏總65條，包含出版、網絡、企業到宗教，各牽涉港澳台甲海外華僑。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陳世民分析，表面上看起來是要促進民族團結，不過中國其實是要用法律針對製造分裂的人追究責任。在網絡上曾經留言批評習近平、批評中共，或者主張台獨這樣的一個言論，你有可能都會被北京收集到，然後跟中國有引渡條款的一些國家，比如像柬埔寨、緬甸這些國家，你有可能就會在那邊被這個地方的一個警察給拘留起來，然後在中國大使館的要求之下，你可能就被引渡到中國去。那台灣愛4字其中第63條寫明，中國境外的組織甲個人破壞民主團結、製造分裂的行為，攏會依法追究責任。日本自民黨議員白川渚就警告，外國人除了批評中國，可能會互人當作犯罪；就連一句支持台灣，也有可能互人制裁。劉委會提醒中國用詞無明確，可能會給人隨便按罪名。幾位紐西蘭的議員來台灣訪問，他們就立刻宣布對紐西蘭的議員進行制裁。所以我想，這個是配套的這個步步進逼了。跨國鎮壓已經是民主國家的共同條件。除了假信息加認知戰的攻擊，總統賴清德嘛講，政府會為預防、保護、反制3方面來做運用。對於境外受跨境騷擾、恐嚇或鎮壓的國人，我們動員駐外管處網絡，提供緊急協助與必要資源，也正在完善法律體制，要讓加害者受到應有的制裁。歐洲議會在6月中嘛再度通過決議，反制跨國鎮壓，還關心中國政府施壓涉台議題。羅總統表示，台灣除了支持歐盟強化營養機制，嘛會持續甲理念晚近的國家共同建立會當即時意見、有效追究責任，而且更加完整的保護網。記者採訪報道。